就将上主应有的荣光权能归乎伊，就归乎伊；就将上主的名应有的荣光归乎伊，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很开心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圣殿宝座前来感谢、赞美、敬拜我们的神。神的话说，他是我们四围的盾牌，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是用笑脸来迎接我们、帮助我们的神。虽然我们一宿有哭泣，但是我们早晨必然要欢呼。现在邀请你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大声来宣告，我们的神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好，拍手唱诗歌，赞美敬拜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来宣告我们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宣告我们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从头来唱，宣告我们的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喜乐的来宣告。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举起手来唱。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宣告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说，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盾牌，是拯救我们的主，是我们一生所投靠的，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愿一生紧紧地跟随你，尽管有风雨、有问题、有困难、有险阻，我们仍然不放弃。求主在每一天加添给我力量，给我勇气，给我信心，让我这一生跟随到底。全心敬拜你，用我个人全心敬拜你。不管生命有多少问题，你的爱是我从心的力。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我仍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跟主说，我愿一生，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弟兄姐妹好不好？就在这个时刻，我们把我们前面的道路交给你。你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或许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或许有很多不确定的方向，甚至快要走不下去。但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是，应当一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并带着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现在就让我们开口来，把我们前面的道路，把我们的未来都交给他。弟兄姐妹，请。主啊，谢谢你！就在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我们要得着你的平安。你用大人的手来接住我们，你用你的钉痕的双手来拥抱我们。我把所有的困难，把我前面的道路，把我的未来都交给你。我愿意走在你的计划里面，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愿意一生紧紧跟随你。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再跟主说，我愿意，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
不放弃，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再向主来宣告，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坚定的对主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求你在每一天，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再跟主说一次，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是的，我们这一生要跟随您到底，所有的都要认定你，献上我的心，献上我生命的一切，献上我全能有，愿你能悦纳，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的旨意。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能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
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叫我们抬起头的神，叫我们一生跟随你到底，让我们全然的献上自己，成为的器皿，成为你的旨意。也愿你的恩典、慈爱和平安天天与我们同在。孩子也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都交托在主的恩手中，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也让我们可听的耳，让牧师从主而来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带领我们的每一天。以上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这是咱来吟圣诗67首。我心俄勒上帝，我心俄勒上帝，自然因我的爸，天地万米三角印声，俄勒伊大尊名，树木田横水泉，穹苍大海关山，显明伊大权力，荣光仁爱公义昭彰，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院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倒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由阮徛咧三角仔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会看顾甲平安，互阮虽然经过有大雨，真侪无方便，也真侪灾害，互阮永远会当伫金主日平安来徛伫主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主，阮感谢你的看顾甲保守，你的话诚做阮的帮助。无论阮今日是带着啥物款的心情来到伫教会，求主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灵拢安静阮的心，互阮伫主你的内面安静。主，恳求你开阮的心，开阮的目，开阮的耳孔，来听你的话，来明白主你，互主你的话诚做阮的帮助，诚做阮的养赐，诚做阮的开展。恳求主，你互阮静静来听你的话语，互阮欢喜的心来领受。主，阮感谢你，也将金主日的圣礼的圣会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启应。请掀开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29篇。启应文29篇也是记载伫诗篇146篇。这是我来启，请咱大家来应。恁着学乐耶和华，我一生要学乐耶和华。恁袂得倚靠君王，袂得倚靠世间人。伊一个断开就归头。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助。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棒受冤甲的。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厝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一声，恁着学乐耶和华。这是来读金主日的圣经节。圣经节要读约翰福音第4章，为23节读到24节。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到24节。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即号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华语的我也念一次：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上帝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这是咱要请本会的牧师潘家军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真正的敬拜者。
你为遐个姊妹平安。真正的敬拜者，毋知敢是你，毋知敢是中峰教会，毋知敢是你甲我的性命。咱今仔日看到经文，耶稣讲真正的敬拜者，是怎样耶稣要强调真正？讲到真正，就爱讲到虚假，对无？代表耶稣伊知影有人无真正地敬拜伊。所以咱今仔日要来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敬拜者？分享的进前，咱做伙阿头来祈祷。主王感谢你，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的兄弟姊妹会当拍开心灵，拍开耳孔，会当专心注目伫主你的话语中间。愿主你的话进入阮的心，互阮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互阮会当全人专心来到主耶稣你的面前。愿主你来接纳阮的性命，无论阮的性命面前有怎样的风险挑战。重大艰苦，愿主你互阮会当专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讲，既然背着重大劳苦的人，就爱来到你的面前，你要互阮的性命得到安息。主啊，阮的性命要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互阮的性命会当得到完全的安息。愿主你也帮助伫讲台顶面，愿主你来掌管牧师的嘴，互牧师的心思意念，互我的心思，互我的口才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伫会堂内底，互阮无论讲的甲听的，阮拢要搁一摆得到大大的领受。主，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毋知你有参加过演唱会无？有参加过无？举手。有参加过无？啊，昨有一个足大的节日，什么节日？哈？金曲奖啦！有看金曲奖举手？无看哦。啊，阮教会爱进步。阮教会爱看金曲奖，吼！金曲奖是毋是代表有侪的歌星啊？伫遐安怎？因的作品啦，吼，因的歌曲啦，吼，要伫遐看有得奖无？吼，有入围啊，看有没有安怎得奖啦，吼。所以，毋知你若有就参加过即个演唱会吼，迄有诶吼，无像即摆网络安怎爱抢票啦。咱即摆少年大家安怎？时间若到，吼，牧师歹势，12点准时我安怎抢票啦，吼。啊，若即个时阵是因为有网络，啊，若过去无网络要安怎样？啊，排队啦，吼，电视长都有排过，伊第一个回答的，吼。咱若看到进前迄个啊，比如讲恁迄个时代叫做邓丽君，敢是？邓丽君敢有开过演唱会？有啦，吼。啊，若是搁较有名的，会伫小巨蛋。啊，若要买伊的门票要安怎？透明透，你知安怎？排队啦，就要安怎？提早备办心。吼，你也看到有诶吼，愿意排队，可能前3天、前4天搁伫遐排队啊，占位，而且搁安怎帐篷关呢，睡袋客咧搁伫遐住眠啦，为着要买一场演唱会的门票啊，为着要记着伊心目中迄个歌星啊。最近有一个电影咧怀念即个迈克尔·杰克逊啊，毋知有去看过无？哈，有看过无？你若有闲会当去看吼，我想迈克尔·杰克逊应该伫咱遮的人的时代是一个足着顶的歌星，全世界足有名的。哦，咧看即个影片的时阵，看见伊咧做歌星的过程中间，有一大群伊的歌迷啦，无论伊到对一个国家，拢有满满的粉丝咧甲伊追求，吼，咧望讲会当记着即个迈克尔·杰克逊，而且伊住院的时阵安怎病房后口。一大堆粉丝安怎咧甲伊加油啦，咧甲伊关心啊，足侪死忠的歌迷伫楼骹咧等待，会当记着伊的偶像啊。对这个歌星来讲，歌迷来讲，迈克尔·杰克逊就亲像伊性命一切共款，伊会当拼死拼命安怎？吼，看伊伫在唱歌，就要来参加伊的演唱会。不过今仔日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若是有一天，一个完全无接触过教会的人，伊当时加入一个亲像歌星演唱会，另外一个是主日的敬拜，伊敢有法度会当分别即两个有无共款？敢有法度分别？
一个是歌车咧唱歌，一个是即个敬拜团。那敬拜团，恁若参加赞美之泉，足侪人咧敬拜。若是一个毋捌来过教会的人，伊阁有法度来分别有啥物无共款。有咧唱歌的，也有舞台，有音响。楼骹的人，有人咧唱歌，有人举手，有人感动，有人流目屎。到底差别伫倒位啊？差别毋是伫咧唱啥物歌，嘛毋是即个灯光，嘛毋是乐器啊，是敬拜的对象是啥啊？所以敬拜者的心真重要。可是咱今仔日有侪的基督徒有一个误解，掠准讲咱来到教会唱几条诗歌就是敬拜。掠准讲我坐踮遮听牧师讲道就是敬拜。不过今仔日耶稣伫今仔日经文讲啥物？真正敬拜父的啦。是安怎到底该强调真正啊？我常常读到这个经文的时阵，问耶稣讲是安怎样？耶稣你爱强调真正，有真就有啥物？就有假呢？那安尼？到底真正的敬拜者是生做怎样啊？到底是安怎样才是真正咧敬拜上帝？也就是讲，耶稣基督咧提醒咱啥物？有可能咱掠准讲咱的性命咧敬拜，其实无真正咧敬拜。有的人坐踮遮，有可能你的心思咧想，等下要食啥？有可能你坐踮遮，有可能咧想讲，毋知水有关无？毋知哪数有关无？毋知明仔载要去对菜市啊？毋知等下聚会了，咱规家伙仔要去对佚佗，毋是迄个餐厅有订啊无？所以咱伫遮咧敬拜，咱敢有专心伫遮咧敬拜主？毋是伫倒位敬拜啊？咱今仔日要思考的是啥物？到底是啥人在敬拜？今仔日的经文背景讲到，耶稣拄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咱拢真清楚。这个经文讲，这个耶稣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讨一杯水来啉啊。这个妇人人感觉安怎？真戆影。为什么？他为什么觉得很错愕？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无咧相交叉啦。什么意思？就是因是世仇啦，就是讲我看到你，我就知影你是撒玛利亚人，我绝对安怎看轻你啦。因为历史的缘故，地到撒玛利亚人，伊是安怎讲难听一点，叫做杂种啦，就是讲血脉不纯正。所以犹太人感觉安怎？你毋是血脉安怎上纯上正的，所以你毋是犹太人，你是安怎一半一半的，所以你是安怎？在我们眼里看为是次等的啦，也就是讲，犹太人看到撒玛利亚人的时阵，伊会感觉安怎？你无有迄个完全得救救赎的子民啊？因为犹太人他认为什么？上帝只救赎犹太人啊！所以当我认为你不是犹太人的时候，你就不是上帝要拯救的迄群人。所以咱看见这两个，一个是耶稣是犹太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当因拄到这个耶稣的时阵，就问讲：你哪会对一个犹太人讨水啊？他觉得很错愕啊，因为因无咧相交叉啊。不过，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问耶稣讲啥物？那安尼到底伫倒位敬拜才是正确的？因为撒玛利亚人相信啥物？这个基利心山是神圣的敬拜中心。不过，犹太人认为啥物？敬拜上帝的所在应该伫耶路撒冷啊，也就是讲，虽然犹太人伊原本就是属伫上帝敬拜上帝的信仰，不过撒玛利亚人一半一半，所以一半的人是对外邦人的信仰，一半的人犹原有相信上帝。也就是讲，两边的人马都各有各的说法啦。地搞安怎？我拜我的上帝，恁拜恁的上帝。不过其实咱所敬拜的上帝拢是同一个。不过安怎？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啊。兄弟姊妹，你敢知影？伫耶稣基督的时代，撒玛利亚这4个字，其实是一个无好听的话，对犹太人来讲，佮亲像咱过去台湾人讲啥物？你是番仔。咱讲番仔的时阵，其实就是咧讲这个原住民，不受教，不受这个掌握啦，没有办法没有受教育等等的这些轻视的话语啊。想看犹太人，
把这个撒玛利亚这4个字，就亲像讲你是撒玛利亚人一样，代表什么？在骂人啦，在骂你说什么？你没尊敬啦，在骂你说你不受教育啦，就同等的意思啊，带有轻视、侮辱性的用语啦。不过，这个妇人人，伊发现什么？伊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因为伊看见伊心中的问题。咱看到经文咱看到讲什么？耶稣讲：你的性命有侪侪红屎。不过今仔日牧师的重点要放伫遮，要放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问伊讲：到底伫倒位敬拜才是真正敬拜上帝的所在？兄弟姊妹，你敢会问耶稣讲：耶稣，倒一间教会较好？做一间教会牧师较有讲道，做一间教会的敬拜团，互我带了感觉真有领袖，真有愿望。做一个教会的司琴真敖大琴，做一个教会的拍鼓的真敖拍鼓，做一间教会较水，会当互我离遐较侪的领袖。到底倒一个所在，才是真正敬拜上帝的所在？咱有可能会将这个焦点放伫对外在的形式，迄间教会多新起的，来中分教会聚会是有上新的文歌、上新的文典，才是正确的地点。迄间教会的牧师真少年，真敖讲道，阮较意爱来去地讲道。佮即个牧师若走了后，我就要来找另外一个牧师的教会来聚会。兄弟姊妹，毋是安尼。咱看耶稣，伊敢有回应伊？耶稣伊并无正面的回答，到底要去基利心山，还是要去耶路撒冷？因为真正关系到敬拜上帝的所在。问题不是地方啊，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啥物？如果不是基利心山，不是伫耶路撒冷，那问题是到底是出伫佗？问题在于我们的心在哪里啦？伫新约的中间，咱看到这个耶稣不断的提起法利赛人，关系到什么？法利赛人不要假冒为善啊！兄弟姊妹，什么是假冒为善？你若有读过这个四福音书，咱会常常看见耶稣一直咧讲，法利赛人真意爱安怎？伫正人的面前，假了伊真虔诚，伫正人的面前，想要真敖祈祷，真敖甲人教导，不过因的心内底安怎？无完全顺服上帝啊！法利赛人会当遵守侪教会圣殿的条例，知影信仰一切的教导，也知影固定的时间就爱去教会聚会，伊也熟知圣经所有的记载，对因的外表形式，啥物拢有。不过独是啥物？无真正面捌上帝。耶稣伊捌引用先知所讲的话，要提起法利赛人。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15章8节，1、2、3。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啦。兄弟姊妹，咱的心敢有可能无踮伫遮？咱有可能伫遮咧聚会敬拜，不过咱的心无伫教会内底咧聚会啊。有可能当初咧敬拜俄勒的时阵，你无专心咧敬拜上帝啊。所以，咱会当看见，让耶稣回答这个妇人人的答案的时阵，是讲什么？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我们来看，时候将到是什么意思？对耶稣咧对这个妇人人讲话，迄个时阵，伊讲到什么？未来式啦，时候已经快到了。什么时候？咧讲到，伊咧甲这个妇人人讲。伊就要死伫十字架顶受死，然后要过活，然后有圣神要降临伫人的内底的时阵，如今就是了。当耶稣咧面对伊的时阵，耶稣咧讲未来的代志，不过安怎？其实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因为耶稣基督一定徛伫伊的面头前啊，所以时间还未到，但是如今就是了啦。新时代的敬拜已经对耶稣基督来已经开始，因为耶稣基督要成做代罪羔羊，伊要成做大祭司，咱无阁需要亲像过去这个圣经伊的以色列人安怎，拢爱透过大祭司才会当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咱地教每一个人伫逐所在拢会当敬拜上帝，咱随时会当祈祷。面对咱的爸上帝，
因为现在就是了啊。所以，当撒玛利亚人佮咧疑问到底去对敬拜才合意的时阵，耶稣已经讲什么？他的敬拜已经打破空间的限制，也代表讲，即马会对这点开始，唔是对倒位敬拜的问题。敬拜已经从原本一个圣殿、一座山，改变什么人的内心啦。咱这回来念哥林多前书6章19节，一起来念，1、2、3。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圣所吗？这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啊！所以兄弟姊妹，当耶稣为咱众人死的时阵，敬拜的所在圣殿就是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就是圣殿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随时敬拜基督，是因为咱的心中就是迄个圣殿，圣神踮伫咱的内底啊。父正在寻找真正的敬拜者。咱看到经文讲什么？如今就是了，父要啦，这样的人敬拜他啦。这个要我们要特别来看啦。好，这个要在原文里面其实不是刚刚讲想要买尔，天父积极的寻找，渴望得到，竭力的搜求真正敬拜他的人啊，也就是讲天父咧敲找这款的人啊。上帝真正要找求敬拜伊的人是安怎？完全将真实的自己显现在他面前啊。这个真正有两个原文的意思真正有真正跟真理啦第一，不隐藏的状态，就是讲我伫咧敬拜的时阵，我将我完全的家己生命的状况显现给耶稣基督看，讲主啊，这个是我生命的现况，我的生命拄到这款的挑战，我的检查报告有问题，讲主啊，帮助我。我的囝儿死世有问题，讲主啊，帮助我的囝儿死世。我的经济出问题，讲主啊，帮助我。我的心中有侪的艰苦逼迫，主啊，帮助我。当咱每一届咧敬拜的时阵，有的人敬拜会安怎？要紧别人安怎看伊。不过兄弟姊妹，无需要甲你讲，当咱咧敬拜的时阵，你面对的是天父上帝。你面对的是创造万物的爸上帝，你不需要隐藏自己啊！所以这个真实代表什么？掠掉啦，撕掉宗教的面具啊！天父爱咱安怎把我们的面具拿掉，用不隐藏的方式来面对伊啦。兄弟姊妹，唔知你有娶过某嫁过翁无？有无？有无啦？有的人有，有的人无啦。在谈恋爱的时阵第一次约会拢唔忙安怎？对方可以看到我们最完美的样子，女生就要怎么样？抹胭脂，开始打扮足水的，用头毛，要约会嘛，查甫会安怎？穿好足端庄有可能食物件佫唔敢伤过粗鲁有无？大家拢安尼很小心啦，为了要呈现最好的样子啊。不过，你若是要结婚迄天你发现你的太太唔是这个太太呢，会安怎？原来你拢是戴一个面具，原来我的先生疼我，拢是安怎？为着得到什么利益？你讲有想要安尼？天父永远是安尼，他要我们怎么样？每一个人爱他，就把真实的样子显现给他看。兄弟姊妹，你会疼你的翁婿，你会疼你的某，是因为安怎？你接受伊所有的一切。你会疼你的囝，疼你的孙啊，是因为你接受伊所有的一切。无论伊有怎样的缺点，无论伊怎样的过去，因为你接受伊，所以你愿意疼伊。相款，咱的天父也是安尼啊。伊要望咱安怎？不是戴一个好看的装饰面具，伊要看的是。咱的生命真实的状况啊，有可能你的面有疤痕，你有雀斑，
你的身体有怎样？迄才是真正的新娘，真正的新郎的样啦。相款，咱的天父也要看你真正放下面具的样子啊！所以咱伫上帝的面前就安怎不要扛伫耶稣的面前讲：主啊，这个是我的性命，我就遮尔误会，遮尔太过，遮尔有罪的过错。主啊，愿你接纳我的性命。咱的敬拜会当安怎表现出咱一切的情绪？咱欢喜的时阵会当拍手，咱欢喜的时阵会当欢呼，会当娱乐。相对的，咱咧敬拜的时阵会当流目屎无？可以流眼泪啊！昨咱的青年甲咱的有一寡中职，咱的和平教会咧敬拜娱乐的时阵，有侪人伫遐哭啊。因为会哭代表啥物？你的性命互圣神蒙着。你的性命伫敬拜的过程中间，你拄着耶稣，因为你的性命有需要。第二，真实就是讲爱照着圣经的话语来敬拜伊啊，按着真理啊。兄弟姊妹，这什么意思？若是你唔知影上帝的话语，就代表什么？你没有办法按着真理敬拜他呢。所以敬拜甲读经有重要无？是同款的啊。所以你若是无照着真理来敬拜上帝，你就无法度真正来敬拜啊。咱毋是照着家己的意思来敬拜，是照着圣经安怎教导咱来敬拜伊啊。所以耶稣要强调什么？诚实也就是爱用着真理来敬拜，毋是我靠我家己爱什么啊。兄弟姊妹，圣诗会当敬拜无？咱咧吟圣诗会当敬拜无？会使敬拜啊！咱若无乐器，会当清唱，会当敬拜无？会使敬拜啊！所以，毋是用什么款的方式敬拜的问题，是咱的心敢有真正来敬拜上帝。有的人袂晓唱歌，不过伊做到弹琴嘛是敬拜。所以敬拜不是用一般的口唱形式而已啊。有的人袂晓讲话，伊用手语的做到敬拜；有的人真会跳舞，做到敬拜。有的人真会甲人关心，迄嘛是咧敬拜呢。所以说落来，咱要来看到底真正的敬拜，敢若伫圣殿内底唱歌娱乐那尔吗？咱这会来看罗马书12章1节，我们一起来念1、2、3。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各样怜悯，劝你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圣洁，蒙神喜悦的活祭啊！”兄弟姊妹，保罗讲什么？咱的性命爱真做活的祭啦。旧约圣经强调的是什么？死祭啊！咱爱杀什么动物献给上帝？不过新约的时代不是啊，爱献做活祭啊！兄弟姊妹，你讲牧师啊，你叫我献做活祭，你是不是爱我去死啦？不是啦，献做活祭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馨香之祭啊！活出活祭，无论是你去到叨位，你拢来敬拜上帝。真正的敬拜会带来生命的改变啊！保罗讲，咱应该爱献上活祭，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拢爱用家己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甲见证。那安尼兄弟姊妹，我问你，献上活祭献上一次而已吗？敢是？献上活祭只献上一次吗？献几次？一辈子啦！你军队耶稣毋是敢若军队一站啦，对无？军队耶稣毋是课程顶一个月洗礼就无安尼，课程到现在还是在跟随耶稣啊！玉昭长老到即嘛嘛咧军队耶稣啊，嘛咧做伙敬拜啊！咱每一个人永远是共款啊，所以献上活祭毋是献一届啦尔，是咱随时无论伫逐所在，拢咧献做活祭啦。兄弟姊妹，咱伫家庭中间敢有咧敬拜？咱伫学校敢有是咧敬拜？伫工作的中间敢是咧敬拜？线上活祭的敬拜，不是只有取决于唱歌那尔。线上活祭的敬拜，就是人去到叨位的时阵，人看到讲，你的生命无共款。为什么你的一句话感动我的心啊？
为什么你同样一件事情，你跟别个同事会做法不同款啊？为什么其他同学在抱怨的时候，你没有抱怨啊？兄弟姊妹，这个是偌济啊！我们的生命随时都在敬拜啊！敬拜就是咱将上帝的话挖出来的时阵，就是真正的敬拜者。每一个敬拜拢是咧回应上帝啊！不过兄弟姊妹，咱有可能会袂记上帝的带领无？会不会忘记？会啊！以色列人就会袂记一啦。耶稣的10个门徒也是袂记一啦，更何况我们也会忘记啊！所以咱安怎？咱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不是要爱咱成做一个完美的，上帝伊要建立你甲我的性命。咱每一天来到耶稣的面前，就亲像伫敬拜中间要拄到耶稣同款，亲像即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啊！兄弟姊妹，你敢有想讲奇怪？即个妇人人咧拍水的时阵，谁敢若伊一个人啊？你有圣经，你掀出来看。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伊选择伫透中昼的时阵咧拍水。你若是正常人，你会伫透中昼拍水吗？你敢会伫12点日头赤炎炎的时阵拍水？你敢会？会伫什么时阵？透早可能无日头还未出来的时阵，也是日落的时阵去拍水。不过，这个妇人人伊选择透中昼去拍水啊！咱看到这个妇人人安怎？伊甲相亲像咧闪避，惊见着人啊！原因是啥物？耶稣有讲啊，伊有5个翁婿，伊的性命中间有侪的误会，有侪感觉伊无爱互人指指点点的所在，伊的心中有侪的罪恶感，伊甘愿家己安怎封闭起来、闭起来，选择伫中昼透日头的时阵去灌水啊！兄弟姊妹，真侪时阵，咱咧摆咧来到上帝的面前，心中有艰苦无？咱无拄好每一礼拜拢真欢喜、真喜乐，有可能你是像即个妇人人共款啊！你有侪的艰苦，你有侪的无平安，惊吓伫内底，有侪的挫折，无论你工课，无论你未来，你学校有拄着侪的艰苦。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就亲像你甲我共款。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无论你即摆的光景怎样，拢要搁一摆伫敬拜中间，甲主讲主啊，我要专心敬拜你，就亲像这位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咱做伙搁来念这段经文。约翰福音4章25节，妇人说1、2、3。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接下来，耶稣回答说：“1、2、3。”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兄弟姊妹，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就是咧面对迄个弥赛亚。咱咧敬拜的时阵，就是咧面对耶稣基督。然后，这个妇人人就安怎？把他生命当中很需要取水的罐子留下来了。耶稣甲因讲：“你所需要的不是这一口水啊，因为伊要享受伊生命的活水啊。”所以兄弟姊妹，真正的敬拜，不是伫基利心山，也是伫耶路撒冷。真正的敬拜，其实问题都不是在哪里敬拜啊，不是伫倒位敬拜，是咱的生命敢有按照生命真实的状况，甲主讲：“主啊，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不要伪装自己，我要卸下我生命当中一切的面具。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我在敬拜的时候，我要全然全心的降服于你啊！我要按着圣经的教导，在生活当中，无论你达所在，我要照着圣经的教导，全然来敬拜主你。兄弟姊妹，这若是你的祈祷。我们等一下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再一次对耶稣说：“主啊，
我的心在这里。主啊，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将我的心献上给你。弟兄姐妹，咱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开口为你的生命来祷告，说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向你献上我的感谢，将我的心献给你。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的心献给你。主啊，我们的敬拜，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乃是要在你的面前卸下我们一切的面具跟装饰。主啊，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全然交给你。主啊，这是我的心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端庄的来到我的面前，将你说，主啊，我的心要献给你。主啊，这是我生命最真实的样子。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再装饰自己，我们要全人全心交托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再一次对耶稣来说，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举起手来对耶稣说，我单单属于你。说主啊，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再一次对耶稣说，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弟兄姐妹，再一次为你的生命来献上祷告。牧师不晓得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但是耶稣他知道，当你愿意再一次将一切生命的重担、创伤、难过交给神的时候，耶稣这个时候要来触摸你的心。你再一次为你的生命献上祷告，将你生命的一切愁烦、困难、挑战交托给耶稣。你不要在乎任何人，今天你要在乎耶稣怎么样看你。兄弟姐妹，我们一起来为你自己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要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主啊，我们要再一次与你立约。主啊，我们要再一次来到我的面前说，主啊，我们的生命要献给你。主啊，这是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虽然没有很多的财宝跟金银，
但是主，这是我们的心要献上给你，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对主你说：主啊，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要献上敬拜。我们在工作当中要敬拜你，我们在学校也要敬拜你，我们在家庭里面要敬拜你。主啊，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尊主为大。主啊，愿我们的生命能够用我们的全人全心献上给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了教会来祷告，为了教会还有建堂的需要，还有2000万的建堂的欠缺。兄弟姐妹，我们一起透过祷告，一起来建造教会，恳求丰富恩典的神赏识中云教会，让我们不因着这2000万的缺乏而胆怯，而使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信心。我们一起为教会的建堂基金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要再一次来线上祷告。主，我们要将中云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建堂的2000万的缺口能够有主你的看顾，能够有主你的帮助，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因为这个2000万的缺乏使我们胆怯，使我们就害怕。主啊，恳求你赏识我们这个缺乏能够转换成信心，从主你而来的盼望。主啊，恳求你赏识恩典在我们当中。主，愿你来掌权我们的生命，主，愿你来看顾，让我们再一次全人全心，要再一次来献上给你。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兄弟姐妹，我们一起来唱：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主啊，愿阮的生命会当完成主你的旨意，愿中分教会会当成做清气的器皿，来予主来使用。主，我们搁一摆伫今早你的主日礼拜，主啊，阮的生命要搁一摆完全献伫主你的面前。主啊，这是阮的心，我们献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接纳阮的生命，无论阮的生命有偌大的误会，有偌尔大的艰苦，有偌尔大过去的过错。主耶稣，你要搁一摆对阮的生命讲。主，你听阮，因为你接纳阮做你的囝儿。主啊，你也咧敲吹真正的敬拜者。主啊，互阮的生命带着真实生命的状态来到你的面前，无带着黄目，无带着任何的暗坎，完全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伫逐时刻拢会当照圣经的话语，活出生命，活出你爱阮的敬拜的方式。愿主，互阮伫逐个所在，阮拢会当敬拜主你。互阮的敬拜，毋是干那用歌唱、用弹琴，互阮的敬拜会当带出行动，来起造、来关心。来帮助每一个世俗的灵魂，透过阮的生命，会当互因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疼。主，愿你互阮会当伫今仔日，搁一摆家己立约讲主啊，我们诚做真正的敬拜者。无论阮去到倒位去，阮所行所做，拢为着要荣耀主上帝。主，愿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妹，那个一摆拍破啊，将一切的疼痛、荣光归给咱的上帝。家己姊妹请坐。
那今仔日咱是敬拜赞美团契的主日所以咱今仔日特别有用这款的方式带领咱的兄弟姊妹，咱搁一摆来敬拜伫昨咱其实敬拜儿乐团，甲咱有一寡中节，咱有去观摩啦吼。啦，这个时阵咱要请敬拜赞美团的会长丰正长老咱即时来来报告。兄弟平安感谢牧师会当为阮敬拜儿乐团来徛台我相信大家今仔日拢有特别的那想也感谢咱兄弟姊妹过去一年久对咱敬拜儿乐的奉献甲代祷特别伫咱的教会敬拜儿乐，通讲有差不多，若我无记唔对，应该差不多伫30年有久30年我记进前咱敢若一台琴2个人伫遐咧唱，然后咱就有电子琴我会记得咱到尾咱有来募款就来买咱楼骹迄个鼓，所以你敢知楼骹迄个鼓几年楼骹迄台鼓差不多20几年差不多20几年咱当开始的时阵，咱咧讲鼓的时阵咱的长老非常的无介意因为老大人伊讲心中拢挡袂啥会调。总是即马咱看，其实咱也无鼓咱会感觉怪怪咱会感觉怪怪所以感谢上帝咱的教会通讲伫所有的长老会内面，伫敬拜儿乐内面，咱是行伫头前的所以这要感谢咱的兄弟姊妹咱愿意接纳教会改变，咱愿意接纳用这种的方式，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总是有一项代志是咱教会的敬拜儿乐，包括咱的教会所有的事工需要突破就是传承甲训练就是传承甲训练所以阮敬拜儿乐团伫顶一年，咱就看到咱的这在学青年，这高中即摆要升大学咱拢看见因就去咧服侍浩宇啦个仲成有嘉乐啦因就去咧顶悬开始因就开始新的服侍就开始这就是咱敬拜儿乐伫咧训练特别伫今年，咱的重点是伫咱的主领的训练咱的主领的训练，所以咱就看到亚林执事看到咱的香婷老师，今仔日咱的香婷老师甲咱的佩珊拢带了真好。我相信你若无互因有即个训练的机会，你绝对毋知影因会当甲敬拜儿乐带甲遮尔好所以咱的教会爱注重的是传承注重的是即个训练注重的是训练咱会当期待咱后半年咱有一个新的团要起来有新的人嘛有新的遮的乐手你讲啥要带？我甲你讲，咱的牧师要带咱第5组咱本来拢是咱各组咧轮即摆咱牧师伊要组一团伊要来带敬拜儿乐我相信伊拢带这些少年的啦带这些少年的我相信伫训练下面，咱有新的一代，咱要来承接这个敬拜儿乐特别阮头拄牧师有讲伫阮昨阮敬拜儿乐也要到和平教会去观摩和平教会这个牧师是葛兆西牧师葛兆西牧师特别我要来做一个广告，9月12葛兆西牧师也带因的敬拜儿乐团队会来到伫咱的教会做陪灵，会来到伫咱教会做分享假使你若可能你对葛兆西牧师可能你会感觉讲真陌生其实我若讲几条歌恁一定是足清楚迄条是若是有你伫我的性命，若是有你伫我的性命，海水会干，石头会烂，迄条是迄个你爱永不变，迄拢是伊做的歌所以葛兆西牧师伊不但是做足侪敬拜儿乐的歌伫阮昨阮去到伫个教会，阮亲身去听到伊的正道是非常有力，佮非常感动人的心所以邀请大家，咱9月12咱拢会通来参加今年也有几个事工需要大家来关心代祷其实这个纪念主日毋是干那讲要起来甲大家拜托大家来为着敬拜儿乐奉献，其实上主要的是恁的支持，上主要的是恁为阮的祈祷。多谢大家。
即是请咱摕出手中的珠宝，我来报告。顶洲聚会主日礼拜出席63人，现金4770块；主日学校出席10人，现金620块；拜一妇女团体出席10人，拜三基督会出席20人，拜六相连团体出席8人，拜六青少年聚会暂停。拜一到拜五的早祷会出席4人。下主日的时间分配，讲道依然是本会潘家群牧师，司会是黄静华执事，司琴刘安琪同学，当地李敏秀执事，玛雅慧执事。敬拜第一组，电子琴黄恩婷姊妹。主日二第一组，导播音控是李崇胜兄弟甲张家恩兄弟，导演李玉洁执事。交台是李佩珊甲陈延儒姊妹，交通组是刘主义长老甲谢安娜兄弟。下周周间的时间分配，拜一的妇女团体主理是郭香婷姐妹，地点伫教会2楼的会议室。拜三基督会主理是吴东梅长老，司琴柯玉超长老，导演李敏秀执事。咱要为黄明勇长老的家庭来代祷。拜四的家庭探访，家庭伫刘主义长老的家庭，轮值探访的是林洪正长老甲黄静华执事。拜六青少年团体内容是团契的时间，敬拜是张博伟同学、破冰黄家乐同学。拜六相连团契主理刘主义长老，要吟圣诗185首，读圣经是诗篇84篇第1节到12节。题目是意爱上帝的殿院。本周的金句记载伫约翰福音第4章23到24节。约翰福音第4章23到24节，台语甲华语，请咱做伙来读。台语请，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祝福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华语，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上帝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教会的消息，第一点，今主日是敬拜俄勒纪念主日，请为着咱本会敬拜俄勒团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点，请有完成本会教育部的读经运动卡的兄姐，伫咱的读经卡后边写短短的感想，并且伫今主日交予咱的志强长老。若有伫日期来完成的，咱要伫下主日7月5号来颁发立照来纪念。若是还未读完的，咱嘛袂要紧，有运动者的精神，继续甲伊读完。第三点，7月12日主日礼拜了后，要召开中职会，请咱要为着真侪的事工来研讨，也邀请各团体的代表来出席。第四点，本会青少年团体要举办2天1暝活动营，地点伫7月31日拜5到8月1号拜六，咱要去屏东的恒春。报名费每人700块，报名的时间为即日起到7月5号早止。请咱校区的会长黄家乐同学来报名甲缴费，欢迎咱的青少年做伙来参加。第5点，本会财务组检查顶半年度的收支效目，收缴的单位就是咱的各团体。也请咱各团体的会计将顶半年度1月份到6月份的校册整理完成，伫7月12日进前统一交予咱的查校员支冠阳兄弟，伊的新资料较搁转予马雪茹姊妹来查校。第6点，高雄的民生医院要伫7月3号礼拜5，下早8点到11点，伫本会
伫咱的教会来举行社区的身体健康检查甲癌症筛检。若有要参加成人健康检查的抽会，有需要空白8点钟，啊，搁爱扎健保卡。详细请咱来看咱的公报栏。第7点，青少年团体有制作建堂义卖的商品，咱会当伫礼拜煞到伫咱的东直道遐来看，有为着教会的义卖来奉献、来选购的，请继续为着教会的建堂甲青少年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第8点，会注意正道。第8是 IG 没有告诉你的事，咱圣经要读罗马书第8章14节到17节。第9点，本会耶和华礼拜的公报，咱教会要举行2天1暝的耶和华礼拜，地点伫德山，还佫有日月潭，日期定伫10月3号到10月4号，拜六甲礼拜2天。为即日起要来开始报名，这详细的项目，等下会请礼拜部的部长岳校长落来甲咱说明。周报的后壁面，请为着代祷的事项，为着每日的项目，为以下的事来守望代祷。也为着特别地名的、为病痛的、年长的、心灵甲生活的，为着因来祈祷。这是我来报告金主日的奉献。礼拜现金54人，3770块；为着划定现金2人9500块；为感恩来现金1人1000块；为着建堂来现金4个人。19200块，为着敬拜赞美团来现金有9个人9400块，奉献的总计是42870块，请咱起立来念奉献诗。兄弟姊妹，咱先开周报牧师有几项事要搁一摆来提醒咱的读经卡，咱若是读了咱今仔日来交互志强长老。第二咱的民生医院就是伫后礼拜5鼓励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参加，因为这是免费的你若是有各项筛检你若50岁以上的，其实有搁较侪癌症的筛检口腔癌，也是讲妇女的这一些癌症筛检所以你若是会使咱做伙来免费的检查啦有小礼物有餐盒啦这是咱的卫生所餐盒有卫生所这个来家检查你若是来，我们也有更进一步的机会可以认识社区的弟兄姐妹啦所以我们也是盼望讲咱的教会会当开放互社区使用，甲教会有接触啦所以咱的兄弟姊妹，咱会当来备办心你若想要抽会，会记你空白8点钟牧师的礼拜4一透早甲恁提醒另外伫群组来提醒啦咱的这个唔免先报名，直接来，直接来就会使记得带健保卡你若是有原住民身份的他好像有额外的一些要检查的啦我不晓得，它上面有写你若原住民身份呢，记你摕你的户口名册来咱这个时阵请玉昭长老来报告耶和华礼拜。这我来报告咱的耶和华礼拜时间过了真紧。咱伊个伫即马听着要耶和华礼拜其实是10月份较有耶和华礼拜但是因为咱拄好有报咱因为咱
10月份，咱进前，咱即马咱的教会就是一年是1天的，啊，过1年了后是2天的，吼，一改1天，一改2天，啊，今年真紧吼，搁排着2天，啊，所以咱要去的地点，拄则咱需要甲咱报告啊，啊，我直接简单甲咱报几项吼。咱即摆要去，为什么正着开始报告？因为咱爱订房间，吼，迄是2天1暝爱订房间。啊，所以呢，所以伫即马开始就会当报名。咱的收费是偌济？一个人是交3000，吼，坐游览车、食饭，吼，住，安尼是交3000。啊，若安尼，咱要交偌济？来，为零岁，吼，就是你零岁开始到69岁。吼，像我即马是66岁，我还无即个半价的即个优惠吼，啊，所以我若是还未70岁以下，还未70岁以下，咱教会补助1000块，就是3000块，教会甲你补助1000块，你搁交2000，安尼知吼？吼，啊，搁一项就是你若是70岁以上，吼。咱教会甲你补助一半，那安尼3000块补助一半，爱得偌济？1500，安尼知吼？70岁以上的吼，1500。啊，若是咱进前1天的，就拢无啊，就拢无收吼。70岁以上就拢无收，啊，因为2天，所以爱有住，啊有房间，啊，所以必须要收即个费用吼。啊，所以若是，不过讲一遍哦，哈，69岁以下。吼，就是交2000，70岁以上就是交1500，教会补助一半，吼。啊，搁一项哦，吼，咱今仔日礼拜三就会当开始报名，咱的报名表伫倒来所在，吼，啊，咱会当去摕来写。啊，你写的时阵写咧，你报名的时阵，你先交1000。为什么爱先交1000？因为惊讲有个人的家庭有细囝过来的，一届就爱摕几6000，吼，安尼伊会负担。啊，想要去，啊，毋过安尼负担，所以咱就先纳1000块。啊，过后个月8月30，吼，才搁加你的1000，才搁交入来，就是互你分期啦，2届，吼，2000块，互咱分2个月，互咱来纳吼。啊，即件代志就是讲，咱的游览车拢总是咱的人数，咱有预定72个人，吼，普通是拢2台游览车，啊，咱逐届去嘛拢2台，有时要3台吼。啊，希望即届咱共款，因为野外礼拜，咱就是要去郊外敬拜上帝，然后咱搁彼此兄弟姊妹三甲有一个机会，伫遐来联谊，吼，啊，咱搁伫遐吼。过暝哦，啊，咱阁有要煮饭比赛哦，吼，内底的内容嘛真丰富，啊，希望咱大家拢会当来报名吼。啊，你若假使讲，你若想慢报两台过一点点啊过吼，哦，即个车辆就歹按算吼，嘛要爱请游览车。啊，若安尼咱的报名吼，有报名有一个截止日咯，吼，咱若是到8月30，8月底后个月。月底，你若是到迄天了，吼，你若讲安尼，搁伫遐咧考虑，啊，咱的人已经搁有剩几个啊尔，咱就开放会外的兄弟姊妹来报，吼，啊，会外姊妹伊是无补助的，吼，啊，假使你的细囝，你有小 baby 要带去，啊，你的细囝毋免占车位，毋免占门床位。吼，啊，食饭吼，若讲伊拄1岁2岁安尼啦吼，毋免占食饭位，啊，但是你会当伫边啊，吼，用椅仔坐，吼，啊，伊就会当有食，安尼的话，拢毋免交钱，吼，啊，但是伊若要困，就爱有门床的位啊，要坐游览车嘛爱有位，爱算，拢爱交钱吼。即张单手报内底拢有写，我无要甲恁报告足侪详细，恁家己看。啊，若是毋知影的，私底下会当来问净化执事、民守执事，也是我。啊，咱报名要甲谁报，就是甲咱民守执事甲净化执事来报，吼，啊报想要交1000块，安尼知吼？啊，若无了解，咱搁私底下来问吼，好，报告以上。这是咱来吟上英。510首，俄勒天顶主宰，
而乐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伫普天下，甘心而乐上帝，而乐三位一体，白镜圣神。请咱起立吟全首，临时山车，花牧师来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